7月15日，驕傲。千百年內，我們一直祈求得到超出自己應得的穩定、名望以及浪漫經歷。當我們看似成功時，我們縱酒自醉，沉入更多的夢想之中。當我們遭受挫折，哪怕是小小的挫折時，我們也去最向往卻煩惱。我們想要的東西總是沒完沒了。這些追求中有很多是出於良好的本意，而我們的嚴重障礙在於缺乏謙卑。我們缺乏洞察力，沒有看到人格培養與精神價值必須放在首位，沒有看到物質的滿足並非生活的目的。12步驟和12個傳統第57頁。我一次又一次地接近第7個步驟，但是一次又一次地退縮，並再次積蓄勇氣。我丟失了一些事情，因此這一步驟對我沒有奏效。我忽視了什麼呢？僅僅一個詞，我讀到了，但卻忽視了，卻是全部步驟甚至整個 AA 方案的基礎。這個詞便是謙卑。我明白了自己的缺點，我總是推卸責任，容易生氣，太自怨自艾。我總是在想，這一次為什麼又會是我？後來我記住了，失敗之前你在驕傲，因此我要把驕傲從生活中去除。